下嘛，这个下来，这个棒就进去了，这个就好。看似农具，却是可以防身的兵器。身为客家人，林昌乡说起来自新竹武馆的收藏，格外有劲。很多的兵器都是从农兵改造过来的。客家先民结合农事和防御功能的智慧运用，还有他花心思从大陆搜集而来的客家土楼扁担。万一遇到土匪，这些扁担就是他的兵器。所以有些扁担是两头都是削尖的，有没有？那有些是一头装了枪头，那有些是两头都装了枪头。获颁中华武艺新传奖的林昌乡像个现代武侠。举凡武侠小说里常用的兵器，这里几乎都有。刀、剑、矛、暗器等超过3000件的收藏。最近还从荷兰找到从中国流到海外的魁。清初的时候，王爷府一品武官里面摆出来当仪仗用的，大概这么高，就以显示我的身份。志在保留武艺文化，林昌乡在淡水成立了台湾首座兵器博物馆，自己编纂《兵器大全》。藏经阁里还有他费尽苦心找到的兵书拳法。这个是清朝的印本，宣统3年的。注意到林昌乡是跪着整理兵书，以崇敬的心面对博大精深的武术，一股脑投入的傻劲反射他的热情。民国70年到现在，有关所有国书的报道，通通我把它整理出来。都读书，真讲见闻。都读书，真讲见闻。多读书，增广见闻。有着武馆、练功房、兵器博物馆的3合宅院，汇集了林昌乡数十年的心血。武侠之志，薪火相传。上课喽！多读书，增广见闻。多读书，增广见闻。谢谢宗仪老师。